2026年7月28日，香港醫院傳來一個無比稀奇嘅消息，備受全港關注爭議足足2年半嘅何伯，最終不敵肝癌，在病榻上安靜離世，終年77歲。短短7日時間，命運卻急了這場鬧劇最殘酷的反轉。就在7月21日，法庭審理案件當日，法官陳廣慈當庭向何伯送上祝福，希望他身體健康，好好休養，日後可以重投社會，回歸平靜生活。當時庭上冇人不覺得這位年逾古稀的長者，歷經大風大浪後，終於可以得到司法體系的體諒，迎嚟重生嘅機會。Dory 也想不到法官溫暖的祝願，僅過了1個星期，就徹底變成要送別的遺言。7日之前，他是國禿輕判重獲自由希望嘅當事人；7日之後，他已然化作離世的亡魂，塵世所有嘅爭執恩怨風波，統統與他無關。回顧這長達2年半嘅傳承熱議，一切的起點只不過是屯門街市一碗普通嘅湯，一場看似溫暖的忘年邂逅。當初無人看好嘅老少戀，從最初的溫馨曬愛，一步步演變成金錢糾紛、家庭反目、街頭衝突、法庭對質，最後以一死一官司的悲劇收場。今日我哋就冷靜回顧這場勒動全港、被傳成網民圍觀、消費嘲弄的凡人鬧劇，究竟是如何從一場溫柔的偶遇，淪為能光燈下無人幸免的終局悲歌。時間撥回2024年年初，一切故事的起點位於屯門鬧哄哄的街市海味攤檔。呢度每日人來人往，充斥着市井煙火，卻無人預料一個普通梯位嘅相遇，會牽扯出橫跨2年半、直前全港嘅風波。當時的何伯76歲，早已步入退休年紀，早年喪偶，獨自一人生活，子女早已長大成人，各自成家立室，有自己嘅家庭和生活，平日甚少陪伴在側。對於大多數老年長者而言，物質溫飽從來都不是最大嘅難題，孤獨才是晚年最難熬嘅枷鎖。何伯手握積蓄，生活無憂，但每日守住海味攤檔，日子單調乏味，日日面對冷清的梯位和空多的居所，心裏長期空虛孤寂，渴望有人陪伴，有人關心，有人聽自己訴說日常。而當時出現在他身邊的何太年僅43歲，來自陽江，為人勤快主動，做事利落，一口獨特的內地口音在屯門街市格外顯眼。他待人熱情，懂得察言觀色，成日面對年長嘅何伯，始終態度溫柔體貼細心，願意主動答話，關心何伯的日常起居，留意睇情緒說變化。好多人後來質疑呢段關係一開始就充滿功利，但客觀來講，這段忘年戀的萌芽其實有最真實嘅人性邏輯。老年男人最恐懼嘅從來不是貧窮，而是無人問津的孤獨。晚年生活失去儀式感，失去被需要的感覺，活得如同行屍走肉。而何太的出現剛好填補了呢個空白，他帶來嘅不僅是日常嘅照料，更是珍貴嘅情緒價值。他願意傾聽何伯嘅碎碎念，願意陪伴他打理躺檔，係願意給予他年輕人熱情的溫暖，讓孤獨多年的何伯第一次感受到被在乎、被依戀嘅溫暖。對於當時的何伯嚟講，呢份溫暖遠比金錢珍貴，所以他先會毫無保留地接受呢段相差33歲嘅感情，心甘情願為呢段剛剛萌芽的關係付出一切。感情嘅升溫速度快得超乎所有人想象，幾乎可以用閃電式發展來形容。2024年1月26日，兩人先正式相識，即用短短19日，去到2月14日情人節，何伯就大手筆豪的99,000蚊送給何太一套龍鳳鏈，用最隆重嘅港式禮物確認兩人嘅親密關係。要知道，對於普通長者而言，10萬蚊絕對不是小數目，係大半輩子嘅積蓄。但當時陷入熱戀的何伯毫不猶豫，即想給身邊人最好嘅儀式感。緊接着僅1個月，3月11日，兩人火速註冊結婚，正式成為合法夫妻。一場跨越年齡地域的忘年婚姻，就咁樣在全無預警嘅情況下落地。當時面對外界嘅質疑，何伯講出嚟一句日後風靡全港，成為整場風波核心金句嘅說話：我哋係飲出感情㗎。簡簡單單6個字，聽起來過實無華，卻藏住何伯當時最真實嘅心態。
對於孤獨多年嘅他嚟講，每日閒暇時分嘅相處、閒聊、飲茶、吃飯，點滴陪伴累積起來的溫暖，就是最真實嘅感情。他從來不覺得呢段關係有問題，反而覺得自己晚年有幸遇到真心陪伴自己嘅人，值得好好珍惜。而呢段看似純粹嘅感情，背後卻是不斷攀升嘅物質，付出童話般的溫柔，完全靠金錢堆砌而起。除咗價值近10萬嘅龍鳳鈪，河伯陸續為何太送上中介、勞力士手錄、名貴首飾、大大小小禮物，加起來價值數十萬。好多人不解，明明一把年紀，係為何河伯願意不顧一切，掏空自己大半輩子的家底，去討一個年輕女子歡心？其實答案好簡單，晚年得來的陪伴，讓他鐵底淪陷。年輕時打拼賺錢，為家庭為子女，從未好好享受過被人用心對待嘅感覺。臨老遇到主動貼心時時刻刻圍住自己轉的何太，他內心的滿足感和幸福感遠超金錢帶來的快樂。在他眼裏，金錢身外之物，能夠換來晚年嘅溫暖陪伴，換來日日有人相伴的熱鬧日子，一切付出都值得。呢個階段嘅兩人毫無保留晒恩愛，街市檔口、街頭巷尾，隨處可見兩人相伴嘅身影。一個寵愛有加，一個溫柔依戀賴賢，一對無比恩愛嘅夫妻。當時不少路人都感慨，河伯晚年終於得償所願，難得良人相伴，童話的泡沫總是易碎，熱戀的甜蜜尚未消散，現實的矛盾就已經悄悄爆發，最終演化成無法調和的家族對立與財產風波。河伯的5名子女從一開始就極度反對呢段忘年婚姻，他們從未相信呢段感情單純無瑕，堅定認為年輕嘅河太接近年老，JQ 與核心目的就是坎看 JQ 與畢生積蓄和物業。在子女眼中，呢段婚姻從來都不是浪漫嘅晚年邂逅，而是一場針對老人積蓄嘅圖財圈套。多年來，JQ 也辛苦打拼積落的家財，是整個家庭嘅共同財富，是日後子女繼承嘅遺產。如今 JQ 也被一場突如其來嘅感情沖昏頭腦，留底線，向外付出，掏空解底，討人歡心，在子女看來解說無底線的揮霍，是對整個家庭嘅權益嘅寵愛。隨住兩人不斷揮霍積蓄，頻繁購買貴重禮物，子女的擔憂和不滿徹底爆發，雙方嘅矛盾日積月累，徹底撕破臉面。曾經和睦嘅家庭關係瞬間變成劍拔弩張的對立局面。而壓垮呢段關係、引爆所有矛盾嘅核心導火線，就係高達450萬嘅聯名戶口風波。當初河伯為表忠心，將自己多年積蓄存入與河太的聯名戶口，自知為兩人未來嘅生活保障。但隨住家族矛盾激化，子女強力介入，河伯細女直接出手提走聯名戶口內高達450萬嘅巨額積蓄。與此同時，河伯二仔更換了居所鎖匙，直接將河伯拒之門外。一夜之間，曾經手握積蓄、生活富足的河伯，變成無家可歸、身無分文嘅流浪老人，被迫四處漂泊，過住閒配流離嘅日子。從富家翁淪為流浪漢，落差之大，令無人稀罕。而呢件事最關鍵嘅轉折，在於家庭內務徹底變成公共事件。隨住河伯無家可歸，四處訴苦，事件被本地知名節目東張西望部作媒體正式介入報道。一場原本只屬於一家人嘅家務事，徹底暴露在全港觀眾眼前，被全城聚焦解讀熱議。從此之後，河伯與河太的私人感情、金錢糾紛、家庭矛盾，不只係單純嘅私人恩怨，而是變成全港市民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一場全民圍觀嘅流量狂歡就此拉開序幕。隨住媒體不斷追訪，事件持續發酵，呢一對原本平凡無奇的素人夫妻，徹底成為全港最熱議的焦點。一場畸形嘅全民娛樂二期風潮直震網絡，係網民開始對兩人進行標論化包裝，誕生咗河馬提款機2.0等一連串抄翁意味十足的外號。每一個外號都承載住大眾對呢段關係的質疑與戲夢。河馬的稱呼源自兩人嘅形象和相處模式被網民惡趣味解讀放大，而提款機2.0更是直接將河太定義為看換老人財產、不斷索取金錢的角色，將呢段感情徹底物質化、醜陋化，流量狂歡的態勢愈演愈烈。社交平台臉書更是出現專屬關注組，短短時間就累積高達9萬名成員，數萬網民聚集一齊。
對兩人嘅一舉一動、相處細節、消費記錄、言行舉止進行法證級別的逐格解剖，逐件深挖，由兩相識的經過、每一次送禮的金額、每一次爭吵的錄音，到兩人嘅出身背景、日常作息，所有隱私都被無限放大公開討論，大眾樂此不疲。有人專門逐條盤點河伯的支出，有人逐句解讀兩人嘅對話。有人不斷挖掘兩人嘅黑料，將別人嘅私人悲劇徹底變成自己嘅娛樂消遣，而真正將事件推向輿論風口浪尖的是何太在鏡頭面前嘅一系列極端言論。係面對媒體鏡頭和公眾質疑，何太毫無避，喺直言自己付出咗肉體，亦毫不行言兩人相處中存在燒真錢的揮霍行為。呢番直白甚至張狂的發言，徹底引爆全港輿論。徹底錯實咗大眾心中圖財換陪伴嘅猜測，一時間全城嘲諷質疑，指責鋪天蓋地而來。沒有人再關心兩人最初嘅溫暖與孤獨，沒有人再睇龍老人晚年嘅空虛，所有人都沉浸在思琪與批判嘅快感之中。其實冷靜落嚟諗，呢場全民圍觀嘅狂歡，從來都不似單純嘅道德批判，而是一場殘酷嘅媒體消費。大眾究竟係真心關心事件真相，關心兩人嘅結局，只係單純消費別人嘅悲劇，靠別人嘅爭議博取樂趣。當令光燈無限聚焦一對普通人嘅恩怨情仇，所有嘅小矛盾都會被放大，所有嘅過錯都會被無限苛責。而這場全民娛樂的背後，早已為日後嘅悲劇埋下伏筆。輿論的壓力、網絡的神罵、大眾的歌嘆，一步步逼住兩人走向情緒崩潰的邊緣。全民圍觀的流量狂歡之下，兩人之間最後嘅溫情徹底消散，曾經的晒恩愛徹底變成互相指責、互相撕扯，關係徹底走向破裂，情緒與行為的失控接踵而至。自從450萬財產風波爆發，媒體全面介入之後，兩人之間的爭吵越演越烈，從最初嘅口角爭執，慢慢升級為肢體衝突。不時傳出兩人互片、互相指控嘅消息，頻繁對外發布離婚聲明，反反复复，分分合合，讓事件愈發撲朔迷離，也讓兩人嘅精神狀態愈發不穩定。而燒康站殺蟲、水濕積事件，就是兩人暴力傾向、情緒失控嘅首次公開爆發，也是整場悲劇嘅重要預演。當時兩人再度爆發激烈爭執，情緒徹底失控，一方情緒激動之下，手持殺蟲水向對方襲擊，事件驚動在場路人與執法人員。呢件事清晰暴露咗兩人長期處於高壓爭執狀態下嘅心理扭曲，一言不合就情緒暴走，採取極端手段解決問題。係暴力的種子早已深深埋下，只待一個合適的時機徹底爆發。但當時嘅大眾依舊只顧自旗抄號，將呢場衝突當成新嘅娛樂素材，無人察覺背後暗藏的致命隱患。緊隨其後的公屋風波，更是將兩人嘅壓力推至頂峰，讓私人矛盾徹底觸及公共資源紅線，兩人頻繁爭吵，衝突不斷，走粉持續，相關情況被舉報至房屋署，房署隨即介入正式調查。公屋屬於香港公共資源，嚴格規管住戶行為，禁止長期製造噪音引發衝突，擾亂公共秩序。兩人嘅私人恩怨頻繁衝突，已經影響到村內其他住戶，違反咗公屋居住守則，房署的介入，意味住呢件事不只是單純嘅情感財務糾紛，而是觸及公共規則的違規事件。一時間，輿論壓力、官方調查壓力、家庭壓力、彼此之間嘅情感壓力，四重壓力同時壓向兩人，長期處於高壓緊張、互相猜忌、互相怨恨嘅狀態之中。兩人的心理狀態徹底濒臨崩潰，昔日的濃情蜜意徹底化為怨恨與不甘，關係徹底走到無可挽回嘅地步。一場無法逆轉的終極悲劇已然悄然倒數，所有嘅矛盾、壓力、怨恨與情緒失控，最終在2025年5月30日迎來最血腥嘅爆發。青田村25樓升降機大堂成為咗這場荒唐劇情的終結之地，迎來一抹殘酷的血色晨曦。當日清晨，天色微亮，村內大多數居民仍在熟睡。冷清嘅升降機大堂內上演咗最極端嘅衝突畫面。歷經長期爭吵、拉扯、猜忌之後，何太徹底心灰意冷，決定離開，結束呢段飽受爭議嘅關係。對於普通人而言，
感情破裂和平分開，或許是最好嘅結局。但對於當時情緒徹底扭曲、執念極深的河伯而言，對方嘅離開意味住自己晚年唯一嘅陪伴即將消失，意味住自己傾盡所有換來嘅感情徹底化為泡影，更意味住自己輸得一無所有。你無法接受失去，無法接受背叛，無法接受晚景善良的他，情緒徹底崩潰在升降機大堂內。當何太執意離開之際，河伯突然拔刀相向，將長期積壓的所有不甘、亂怒、怨恨，全部發洩在一瞬之間。恨敗瞬間陷入混亂，劇烈的肢體衝突隨即爆發。何太為咗自保，奮力反抗，撕咬奪刀。雙方在好小嘅大堂內激烈拉扯搏鬥，刀具劃過皮膚的傷口，劇烈的掙扎，失控的嘶嚎，打破咗清晨的平靜，也徹底撕碎咗最後一絲溫情。混亂過後，陳婆只剩下狼藉嘅痕跡與受傷嘅傷口，一段立動全港嘅忘年童話，徹底幻滅成血腥嘅悲劇。事後河伯接受警方錄取口供，面對自己犯下嘅過錯，只講出咗簡簡單單20個字。因為他要嚟要走，我激氣就插他。呢20個字沒有複雜的辯解，沒有刻意的賣慘，沒有多餘的掩飾，卻精準概括咗整場悲劇的核心，也成為咗這場長達2年半鬧劇的終極句。點一時衝動，執念成魔，輸不起的晚年執着，讓一位古稀老人從被受連騰的孤獨長者，變成傷人犯法的被告，命運的翻轉，殘酷到讓人無言以對。案件進入司法程序之後，大眾先係看到河伯遲來嘅清醒，以及香港司法體係充滿人性彈性嘅一面。2025年10月，距離案發數月之後，河伯接受媒體最後一次訪問。此時的他早已褪去咗昔日晒恩愛的得意爭醜時的衝動，犯案後的偏執，全程低頭沉默，滿面自喪，坦然認錯。直言自己當時腦袋偏向一邊，情緒失控，思想偏激，先會犯下呢個無法彌補的大錯。語氣之中滿是懊悔與無奈，能夠清晰感受到，歷經衝突被捕、調查、輿論碾壓之後，他終於徹底冷靜落嚟，看清咗自己嘅過錯，也看清咗呢段關係嘅荒誕。但此時的清醒早已於事無補，傷口已經造成，罪行已經成立，悲劇已經無法挽回。隨住案件審理推進，河伯的身體狀況急轉直下，肝癌病情持續惡化，晚年千良無比。後續的多次庭審，他都無力親自出庭，只能坐住輪椅，身形消瘦，氣息虛弱，在病榻之上曉拒聆訊。曾經精神矍銼、大方彈脱的長者，歷經這場風波之後，變得滿面病容，孱弱不堪，晚景涼得讓人稀爆。而負責審理此案嘅陳廣慈法官，最終作出的判詞，更是精準點明咗整場事件嘅核心。成也冷光燈，敗也冷光燈。一句話道盡咗呢段關係嘅全部宿命。當初兩人的感情，因為鏹光燈，因為媒體報道，因為全民關注，被無限放大，一時間成為全城熱話，讓兩人迷失在流量與關注之中，過度膨氣，肆意揮霍，放任情緒。最終也正是因為無孔不入的精光燈，全民的肆其消費，鋪天蓋地的輿論壓力，不斷放大矛盾，激化衝突，將兩人一步步推向森林，最終撞成無法挽回的慘劇。而香港司法體系面對呢位年邁病重、晚年倦良的長者，並未機械化地嚴苛判決，而是充分考慮他嘅年齡、身體狀況、案發背景、長期嘅心理壓力，給予咗司法人道坦誠，選擇輕判處罰，給予體諒與寬容司法的溫度，讓人看到咗規則之外嘅人性。但呢份遲來的體諒，最終還是沒能留住呢位老人的生命。河伯離世之後，事件的餘波仍未消散，法律界專家嘅深度解釋，以及偏而未決的遺產風波，依舊牽動住大眾嘅目光。知名律師翁靜晶從專業法律角度，對整場事件嘅核心爭議作出咗冷靜客觀的拆解，針對外界最關注嘅450萬聯名戶口資金去向追討嘅權益，以及網絡起底奚論侵權等相關法律問題，靜晶逐一分析當中嘅法律細則與風險。從法律層面嚟講，聯名戶口的資金存取本身具備合法操作空間，子女提走巨額資金看似無情，卻在法律框架之內，而背後隱藏嘅深層邏輯更值得深思。呢筆原本屬於河伯晚年養老嘅積蓄存入聯名戶口，
本身暗含住老人百年之後財產分配嘅意願，只不過這場情感風波家庭撕裂，令原本應該百年之後集成嘅遺產意願，提前數年被強行兌現。一場荒唐嘅感情，一場激烈嘅家庭對抗，最終讓老人不生即哭，提前易主，也讓晚年生活徹底失去保障。而隨住何伯離世，所有嘅矛盾與爭議全部落在咗何太身上。目前何太依舊需要面對接踵而來嘅官司案件嘅後續司法程序，相關嘅民事追討、財產爭奪，統統尚未結束。與此同時，何伯身後嘅遺產分配依舊充滿未知聯名戶口的私金，剩餘物業、個人積蓄，牽扯住子女何太多方嘅權益。日後世必會迎來新一輪的拉扯與爭執，風波的主角已然離世，但這場由感情、金錢、繫論引發的鬧劇仍然在持續發酵，無人能夠真正全身而退。係回顧呢長達2年半嘅小城風波，呢一對平凡夫妻嘅荒唐與悲劇，其實精準觸碰咗香港社會最敏感嘅幾根神經。年齡很殊的忘年戀、跨境婚姻的信任危機、獨居老人的晚年孤獨、媒體流量時代的人性消逝，呢本來只是一場普通人嘅情感糾紛、家庭矛盾，卻因為媒體的追逐、網絡的放大、大眾的撕期，變成一場全城參與的娛樂狂歡。所有人都在圍觀吐槽、批判消遣，卻很少有人真正靜落嚟思考。第一場晚年孤獨引發的邂逅，為何會一步步走向家破人亡、兩敗俱傷嘅結局？何伯嘅一生終結在77歲嘅病榻之上，他最荒唐、最爭議嘅2年半，剛好是他人生最後嘅時光。他經歷咗短暫嘅溫柔陪伴、全民追捧嘅虛榮、家庭反目的痛苦、身無分文嘅落魄、情緒失控嘅罪孽、法庭審判嘅煎熬。最終在所有風波塵埃尚未落定之時，安靜離世。他最終甚至缺席咗自己人生最後一場，也是最重要嘅一場審判。無需再面對官司，無需再承受輿論壓力，無需再糾結金錢與感情嘅恩怨，徒留滿城風雨、滿地希間，留給世人回味。這場鎂光燈下的中谷沒有贏家，只有雙輸的悲劇，和一座小城最殘酷嘅往事注腳。流量終會散去，熱議終會降溫，但這場2年半嘅狂歡與悲歌，值得每一個人反思：究竟係時代造就咗悲劇，還是人性的貪婪、孤獨與虛榮，最終拖垮咗所有人？歡迎大家在留言區講下你嘅睇法，亦都記得訂閱頻道，繼續追蹤更多社會事件背後嘅人性與真相。